歡迎收睇一節風暴消息。1號戒備信號現正生效，表示有一個熱帶船喺香港約800公里範圍內，可能影響本港。喺下午10點，熱帶風暴美沙克襲擊香港之西南約590公里，即係喺北緯19度、東經109.7度附近。預料向西北或西北偏北移動，時速約15公里，橫過海南島，隨後移入北部灣。睇下大船路徑圖，美沙克嘅中心附近最高持續風速為每小時75公里。美沙克正橫過海南島，並會喺未來數小時於香港西南邊600公里左右掠過。1號戒備信號會喺今晚及明日初時維持，除非美沙克顯著增強及採取較為接近廣東沿岸嘅路徑，否則改發3號強風信號嘅機會較低。與美沙克相關嘅外圍雨帶正影響珠江口一帶。喺美沙克及中國東南部高壓脊嘅共同影響下，本港離岸間中吹強風，部分高地達烈風程度。當美沙克逐漸遠離，預料明日本港天氣會逐漸轉為受與高壓脊相關嘅東南季候風主導。屆時天文台會視乎本地風力情況，改發強烈季候風信號，或取消所有熱帶船警告信號。受東南季候風影響，明日風勢仍然頗大，雨勢有時頗大，有雷暴、狂風及猛烈陣風，請保持警惕。海面有湧浪，請沿岸邊及停止所有水上活動，並留意最新天氣消息。預測多雲，間中有狂風驟雨及雷暴。明日初時雨勢有時頗大，氣溫介乎27至30度，吹清勁東至東南風，離岸及高地間中吹強風。明日漸轉吹偏南風，海有湧浪。展望隨後數日天氣仍然不穩定，下周後期驟雨減少，漸轉酷熱。今節嘅風暴消息報完畢，多謝收睇，拜拜。